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了后，宣布讲社会主体要开放1个月鉴赏期，民众带了无满意就当无条件退租。最近伫网咖的社会主体就有头一个是用家具提供无写交屋来申请退租，有议员就呼吁讲，市政府应该要追踪退租的民众，看是有啥物问题协助解决，唔通互鉴赏期来真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外形实对正死，伫万来路的启光社会主体1楼还有连锁书店。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了，台北市社会主体第一遍伫咧送1个月鉴赏期，若是无满意就让无条件退租，政府是会当带1个月试看卖咧。不过，网咖的启光社会主体伫最近出现第一个因为家具无够，向都发局申请无条件退租的租客。咱是在去社会主体内面看，大伙拢讲对内面的情形真满意。自己准备没关系啊，对啊，我觉得说它真的算蛮新的，而且进去你就觉得很舒服。啊，小孩子我觉得，我看他也觉得住得还蛮开心。我是觉得我够了，其他人的观点我就不是很清楚。我自己搬过来，我的东西还有一些还要丢掉嘞。议员也呼吁市政府应该对退租的民众进行追踪，了解因的需求，协助解决看是厝本身或者是管理的问题。社宅1个月无条件退租，应该对年轻人来讲是个利多。但是蒋万安市府也要去了解一下这个退租之后的状况，有时候是房间有问题，或者是他对于管理有些意见，也都应该去了解，去真正的把问题给解决清楚。民进党议员柯家培认为，就算是有鉴赏期的政策，政府依然需要用高标准来顾时间的品质，千万唔通将鉴赏期当作解决问题的万灵丹。因为都发局是讲，启光社会主体即马是采取分体大日期，第一批已经伫咧5月19点9、69号大日期，即马只敢1号退租。等完成退租的程序了，会去现场看是毋是需要修理，伫修理了，才阁会去配租。记者综合报道。